并无加上忧虑。生活虽然有一寡的挑战，但是主的恩典是教育咱用的。咱要伫主的恩典内底，甲伊同行。圣经应允，即真正的福气是啥物货呢？真正的福气是咱的祈祷恳求有一位神听到。真正的福气是咱的日子伫困难当中有一位神加添力量，互咱会当赢过迄个困难，解决迄个问题。真正的福气是啥物货？真正的福气是伫任何的环境内底，拢会当靠主平安徛在，迄就是福气。所以，迄个福气是伫即时，也伫到永远。咱感谢主，就将咱领受上帝的救恩，咱的日子甲上帝三甲同行。圣经应允，伊要牵咱的手，行人生的路。咱所以为着今仔日，咱会通搁再一届伫上帝殿中来做礼拜，来感谢上帝恩典，来甲主同行，将荣光归予伊，将感谢归予伊。咱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来感谢，也为着今仔日的礼拜，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，兄弟姊妹要伫礼拜当中搁再一届来经历主，来见证主，来享受主。开声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教阮同在，来保守因带阮。经过日子得主的看顾，主阮实在是感谢你所赐福予阮的恩典。阮今日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疼痛、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，赐阮伫阮的心上。主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息是阮大细的盾牌，清早到暗暝。年头到年尾，对阮少年到年老，上帝你的恩典一直拢陪伴伫阮的身边。你用极大的能力照顾伫阮的身上，为你赐福伫阮身上的，阮来感谢。主搁较是互阮诚侪一个晓感恩的人。阮知影怎样甲主你相同行，靠主你的名，主阮会当赢过软弱；靠主你的名，阮会当伫这个世代内面。因为主你所赏赐的平安，阮会当伫迄所在看见。原来阮的无能为力是上帝你，互阮会当伫迄个所在呼求你，就是伫阮极艰难的日子，上帝你的圣手悠远伫遐，你的应允悠远坚固。你应允阮，虽然阮的生活是重是长，但是主你的慈爱永无离开阮。大山山开，小山迁移，但主你的慈爱永远无相离。愿感谢上帝，你赐福阮的日子，互阮今仔日搁再一届，因着你的疼痛，阮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。主，这是一个安息的时刻，是一个感恩的时刻，也是一个敬拜的时刻。赐阮伫阮当中引带阮，互阮的心、心灵，伫主你所赐福安息的日子，得到真实的安息，叫阮伫主你的厅内底，继续来经历主你的同在，并且甲家己交托伫主的手中，通互主你指示阮、引带阮，互阮伫一切的事上靠你坚强，靠你得胜，靠你欢喜。感谢主，赐互阮今仔日的主集，互今仔日的主集，诚侪是厝内面三甲做伙。敬拜上帝恩典的日子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明传兄来报告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教会赠送春联甲红包袋啊，请兄弟以家庭为单位至招待道领取。第二，新春期间2月14至21，教会周间聚会搁暂停一届。2月22下礼拜日，台语堂甲国语堂礼拜照常举行。第三，2月17。大年初一礼拜二上午9点半举行新春感恩礼拜，
敬邀兄姐，伫新的一年一同来向主上帝献上感谢，当送主恩。第四，2月22日下礼拜日下晡1点钟，伫教会3楼召开2月份职事会，以及修宪会议，请各位职事甲着修宪小组同工注意时间出席会议。第5，感谢主恩典，叶寻丽姊妹甲着谢明婷兄弟，将伫3月初7礼拜六下晡2点，伫台南新学院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。教会诗班定伫2月22日，以及3月初1国语堂崇拜后，伫1楼练唱祝歌，敬请兄姐一同参加。第6，2月25至3月26，为期30日，教会配合全国祈祷网络 HIIT 属灵高强度间歇训练，每日抄写圣经1章，每日背诵抄写经文3节，敬邀兄姐同来操练，将沿用属灵重训，带群主彼此代祷，鼓励愿意加入的，请告知牧师娘。第7，教会定伫3月2日上午9点半，整理储藏室空间，敬请有意愿的兄姐同来服侍。当日中昼备有午餐，请至招待道登记。若有兄姐有个人的物摕伫储藏室，请自行带走。第8，台湾圣教会100周年纪念普罗山订购，每一领400块，寸尺甲着颜色，请参阅公布栏，请至招待道登记购买。3月15截止。补充报告，以上报告。敬拜俄勒，请敬拜团。兄姐平安，平安，欢欢喜喜过日子，佮欢欢喜喜来到上帝殿中。咱也用着即款条条的心灵，来甲彼此笑，微微啊笑俱乐部者，好不好？跟旁边的弟兄姐妹微微啊笑俱乐部，好，好，请起立，请咱起立。今年是什么年？上帝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要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，阿门。
咱的娱乐，为着咱的平安，为着咱的白天，一切一切，拢来祈祷感谢，用娱乐来赢过一切，拍破一切就做请。好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的心门对伊来拍开。阮无论就是顺境逆境，无论是伫欢喜无欢喜，你拢是阮的上帝。我们用安尼的心来宣告，一切咒诅都要拍破。互你的能力、水泉、平安，拢要管安伫你的正百姓。照你所应允，你要享受你的百姓有平安有快乐。今仔我可也可我，你的心要笑满。今仔我可也可我，主的福气那水泉。今仔我可也可我，平安的心要笑满。来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！咱伫少年的时阵，甲男女朋友谈恋爱；咱伫信主了后，要甲什么人谈恋爱？咱来唱《爱之歌》，甲耶稣谈恋爱是一生之久的美善，一生之久的好处。称颂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我有在心内，敬拜你光变伟大，心安稳自在。我要颂扬你的名，我有你同在。为着你荣耀生命，就到。
伫厝的内面，咱欢喜着条心情来甲伊谈恋爱，是不会改变的。永远稳固的疼痛，就倒伫基督内面。不只咱家己得到，那毋望大家人拢会当得到这款的福分，因为错过了真吃亏。咱为耶稣基督想好，互咱的生命换全，人生就灿烂。来，我要学了你的疼，永远无变换。讲起你奇妙作为，万民的敬畏。我要感谢你的疼，做你的温暖，想起你恩惠这大，一生予你带。注定宣扬你公义，全地当声应。历代圣的最恳求，基督大天下。我会有你慈爱，明白大主宰，稳定的门已经开，走过一刻开。我要承受你的疼，快乐在心内。你万里万变伟大，心安稳自在。我要笑念你的疼，盼求你同在。我要你。尊他你的力，下梦加美丽。我的无来安宁，心灵的归期。我要传扬主的名，我受到永远。少年我愿属乎咱，一生就灿烂。少年的活泉，少年的活泉属乎咱，一生就灿烂。信靠主，咱得较有灿烂的人生。阿门。是，伫主的内面保守，无论是境遇的好歹，拢是主所定的。境遇好歹是主所定，上帝会照顾伊。你主心的温柔。上帝
你照顾我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当日在苦，当日错路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无论何歹事主所有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地主是会温暖的家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为主做工，为主做工，拢免失志，上帝在照顾你，路途坎坷为他的事，上帝在，无论拄着偌大试炼，无论拄着偌大试炼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地主夫妻拢免也生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当日在苦，当日错路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你看，唱上帝照顾我来，上帝在照顾我，当日在苦，当日错路，上帝在照顾我。上帝在照顾，最后一摆唱上帝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当日在苦，当日错路，上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无偏袒人，既然敬畏伊的，一项好处拢总无欠缺。咱常常是互上帝疼痛激励咱，咱太讲我甲家己献上，咱若无对上帝得着疼，咱无气力去疼人。愿我伫你面前正做活我的罪，甲家己搁一摆献上，逐时刻、逐所在。我心切切靠过你主，我要紧紧跟对你，为稳定的主爱永不止息，你信心的高原我的心，因你奇妙生命，献上我的快乐。
伫主的面前，愿意听从伊的灵来管啊每一个人，对咱的心灵的清楚，伫咱的心的清楚，愿意安尼来回应。我信耶稣，毋是皮皮仔信。我听伊毋是3500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听，将我对你的听会当搁再一遍诱出来。我邀请你来进入我心灵的宝座，心灵的座为迄个宝座，独耶稣来徛起。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献上理所当然。能够再一摆较愿意，搁有气力来唱全首。我心切切渴慕你主，我要紧紧跟对你，为稳定的主爱永不止息，你细心的考验我的心因你奇妙生命。轻轻向你敬拜，我能靠无你应得，我完全相信你宝贵言语，我安定你怀中，我的勇士人，我求你的稳定，你可。咱来呼求耶稣讲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对阮的疼痛。伫阮要做罪人的时阵，你就已经替阮为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。阮是因为你的救恩来出世，阮因为你的救恩来长大。阮因为你的救恩一直活到今仔日，因你的疼痛极其广阔，阮为着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赐阮照顾每一位诚心超找你的人，要因失落主爱恩典甲丰盛。主，阮感谢你丰盛的疼痛伫阮的心上，为着阮所经过的日子，伫主你的内面来受照顾、引带、启示，阮感谢主。甚至有的时阵，阮行弯错了路，滑落伫坑坎，就看，互主你艰苦的是阮背逆你的话语来行。你教阮离你的救恩愈来愈远，但你用你慈爱的疼痛，
搁再一届甲阮找倒转来。祝阮伫即时，搁再一届甲家己奉献互你，愿你亲自来接纳阮，来调整阮，来教示阮，来塑造阮，直到阮成做你所要塑造阮的款式，通叫阮伫这个地面上为主来活，一生为主来活，一生做主的见证。主，愿恳求你的恩典伫阮当中继续保守，愿颂赞归于你，愿你的教示伫阮的心上，愿你慈爱的眼目看顾阮，你的圣手牵阮行，圣神亲自伫阮的身边，定定来差遣，来照顾，来教示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得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啊！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，请坐。请坐了后，咱咧用启文来读上帝话。有人有望有更新的版，互咱咧读这时阵会当有一节。同齐即款的话语吼，因为用华语要翻做台语，有时阵拢会毋知要安怎念的时阵，咱今年会当做这方面的更新。伫遮就先来讲，迄个你的杖、你的竿，咱来做要念者。你的腿、你的管，来，你的腿、你的管，拢安慰我。等一下看到杖跟竿的，毋知要哪念，甲你的竿、竿、你的竿还竿，你的腿、你的管，好，做要来去应上帝话哦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确无欠缺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地，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，伊互我的灵魂静养。为家己的名，因带我行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腿、你的管拢安慰我。伫我对敌面前，你为我摆设恩赦。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，互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对着我。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下面时间请廖牧师讲道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。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以色列人踮伫埃及共有430年。正满了430年的迄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了。这名是耶和华的名，因耶和华带因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就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讲：搬过这个例是安尼。外邦人拢袂当食这羊羔，但逐人用银两买的奴仆，
既然受了割礼，就会当食。寄居的甲请工人拢袂当食，应当伫一个房屋内面食，毋通甲一点仔肉对房屋内底带到外口去。羊羔的骨头一支也袂当压断。以色列全会众拢爱守这礼。若有外人寄居伫恁中间，愿用摇花收伴过节。伊所有的查甫囡仔拢爱受割礼，了后才用阮伊前来遵守。伊也就像本地人共款，但未受割礼，拢袂当食这羊羔。本地人甲寄居伫恁中间的外人，当归一个。摇花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安怎样行了。才当迄一日，摇花将以色列人照着因的军队对埃及地带出来。搁再一届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你亲自引带阮，伫阮含乐伫埃及的系统，受到外口真侪物件的压迫。但是主你应允阮，当着信主耶稣，阮甲阮的一家拢会得救。你要带阮出黑暗，入奇妙的光明，带阮出受辖制的所在，进入到你的自由。你的信息是阮大小的盾牌，保守引带阮，互阮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圣灵搁再一届来教示阮，互阮伫主你的话语内底靠你刚强，靠你欢喜，并且靠你得胜搁有存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所以以色列人爱世世代代来谨守，这是耶和华的名。古早伫新约圣经内底有记载一个例，这个例是主耶稣伫这个地面上的日子，伊所行的一个记事。这个记事内底讲到，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，爱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。了有10个大太高的人来得到医治。咱注意看这当中这个图面，这图面耶稣基督是这个北边这个所在，拿撒勒这个所在，还是加利利这个所在。但是伊要来到耶路撒冷伫下面这个所在，因爱经过这个拿撒勒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这个所在。但是进前牧师有甲各位讲过，这段路通常是山路。这边的路通常是山路，啊无就是旷野。所以犹太人基本上，若是要对耶路撒冷到北边，因会为遮行过东边，了行过这个约旦河，沿着约旦河的河岸，因为较有人徛起，所以较平安。了过到伫这个北部的时阵，来到加利利湖的时阵，伊才个挖对西边面过来。同款对北边落来的人，也是爱安尼为遮尔行过，行到加利利海的下骹面，了后才个对约旦河落来，落来到伫差不多这个耶利哥，也是以法莲的东边面这个时阵，因才为遮挖过来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条路较安全，这条路充满真侪遮的土匪强盗，所以耶稣基督对这个所在落来，来到遮。经过犹太这个撒玛利亚地甲加利利这个所在，这段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伊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了后伊对着这个上危险的路来行落来。伊行落来到这，了为着啥物人？为着迄10个大太高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看见这张图所画是真实在的一个情况？就是这个路内底充满真侪坎坷，了后呢，大太高的人谁会伫这所在？因为因伫迄个所在受社会隔离，因伫遐呢袂当甲一般的社交人甲一般的人有一般的这个社交行为，所以因的生活就是伫旷野，因的生活就伫山谷内底。若听到有人来，因就爱讲无洁净，无洁净，无洁净。
了后，伫遮个人因伫外口，就伫迄个所在来甲因三甲分开去。所以，遮个10个大太哥的人，因伫当中呢，拢从因的生活，就是同一个捡做伙。因的人生敢若有一个代志尔，就是等死。听到这个大太哥完全拢好去的时阵，因才有法度倒转来到因的社群、因的社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了耶稣基督伫这当中唔惊，伊就对遮尔来。虽然遮有真侪强盗，有真侪土匪，但是基督为了疼惜这10个人，了后伊来到伫这当中行过来，医治这10个人。但是真可惜的一项代志，就是10个人当中，敢若有一个人转来，这个人佫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互以色列人看无起，但是耶稣捌佫讲另外一个比喻，撒玛利亚人伫当中来到伫上帝的厅内底，因伫个所在来经历上帝。圣经讲撒玛利亚人。伊伫迄当中有一个文士起来试探耶稣，讲谁是我的厝边？耶稣甲伊讲，有一个犹太人行即条路，了后呢，伫遐互拍甲半小时。但是呢，一个祭司行过无插伊，一个利未人行过无插伊，一个恁看袂起的撒玛利亚人来了，伊伫当中亲自来落来，甲伊膏药啊落来，甲伊。再去犁仔顶，甲伊再去这个旅馆伫遐休困。耶稣甲伊讲：安尼，什么人是你的厝边的？是迄个人，是什么人是互拍甲半小时？迄个厝边的。你会记得一项，有一届的时阵，耶稣讲啥？伊对耶路撒冷要转去加利利的时阵，圣经讲必须要经过倒，经过赎家，就是这个所在。伊喺经过赎家的时阵，圣经讲啥？伊必须要经过。圣经咧讲必须这2字的时阵，是讲到啥？为着救恩的需要，耶稣基督安尼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一个显明上帝的拯救，伫咱一个软弱，伫咱一个亲像这个大太哥的人，受隔绝伫这个社会的时阵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来救了咱，来疼惜咱。所以伫这个代志内底，咱回溯倒转去，伫遮呢，圣经讲，以色列人伫埃及住了，拢共有430年，占满了430年。迄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对埃及地拢总出来了。上帝伫伊的时间点内底做代志。因过去的时阵，因为饥荒。所以因落到伫埃及这块土地，但是埃及是当时的时代上界繁华富足的所在。了这个伊的先祖约瑟，伫迄个所在统管了整个这个埃及地。等于统治这个埃及地了后，因伫迄个所在也大有权势。了因的囝儿孙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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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埃及这块土地内底有权有势有生活，因的生活愈来愈好。但是圣经讲到伫出来埃及记的时阵，讲有一位无认捌约瑟的王起来，新的王起来。当这个新的王起来的时阵，伊毋是毋捌有约瑟这个人。圣经讲伊毋捌约瑟这个代志，是伊无承认约瑟。约瑟甲过去的君王。是甲过去的代志，今仔日是换我做王，所以这以色列人这么多，后界伊若起来联合其他的君王起来，联合我的敌人起来，也是互敌人甲伊收买去，安尼伫迄个所在甲我相战，安尼毋是你用外合到尾，我这个国家就无去啊吗？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伊就开始用苦工互以色列人来做。以色列人伫迄个所在做苦工，以色列人伫迄个时代内底渐渐学晓，亲像埃及人因的生活共款。因袂记得因是上帝的选民，因欢喜意爱生活伫埃及内底。圣经讲，满了430年，迄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拢对埃及地出来了。上帝伫伊的时间点来
来算代志。伫满了430年迄一天，圣经伫遮呢讲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上帝亲自要带因出埃及这块土地，互因无搁再做奴隶，互因的活命带来新的改变。总是要出门这个代志进前，上帝就已经做了真济这新约。上帝伫迄个所在证明，伊是上帝，伊是君王。上界上帝伫当中行了10个灾害，伫这10个灾害，上界落尾的这个灾害，就是胎大囝。上帝甲这个埃及人讲：你若无容允我的百姓出去，通好侍奉敬拜我。你若搁爱因活伫你的苦毒下面，上帝伫迄个所在甲因讲：安尼我就要杀你的大囝。因伫迄个所在毋惊，上帝就互灭命的天使落来，了伫当中来将着这埃及人的大囝要甲伊杀死。但是上帝伫迄个时阵嘛，确实知影这样代志，讲总是恁爱斟酌。伊甲以色列人讲。恁无一定比埃及人较好，总是我用一个救赎的方法，就是恁杀一只羊羔，将着羊羔的血，甲伊抹伫门前门外，了半暝的时阵，妖花会出来，伊的使者会出来。伊若看到这个血的时阵，伊就搬过，安尼就是搬过节的由来。迄是一个救赎恩典的日子。出埃及记内底继续上帝刑罚埃及，理由大概会通统治出来做3点。第一，就是伊长期来压迫并且来苦毒以色列的百姓。以色列人伫埃及受强迫劳动，遭受系统式高压式的剥削，所以因伫个所在怎样？因食会饱无？食会肥无？无一定。亲像即马你若通看见的，就是咱的社会、咱的政府，全世界的政府拢总共款。你斟酌来看，就是互你食会饱，也袂死，但是无法度趁大钱。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这是一个统治上介好的方法。佮再来就是提供娱乐性的物件。安怎样提供娱乐性的物件？就是互你会当逐工拢有种真侪娱乐性的节目。你有看到无？当咱若伫迄个所在看即个手机啊，看过头，咱就伫迄个所在受手机啊，甲咱驾驶引带，了后咱就学袂晓思考。手机啊，甲咱讲啥，咱就会听伊甲咱讲啥。渐渐咱就变做手机啊的门徒，咱受到即个节目甲咱影响，咱会头壳内底即个脑的回路，伫遐开始就会安怎兴奋、欢喜、快乐。毋若干那安尼尔，就是变做一届爱比一届更较欢喜、更较快乐。所以你就一直看、一直坐。结果你知影高中生台湾的高中生，即马背手机的时间，也是伫电脑头前的时间咧佚佗的，大概2点半钟到3点钟一天上少。毋是逐个人拢安尼，但是平均甲有法度2点半钟到3点钟，表示啥？有的人一定是啥超过3点钟的嘛，有的人是无到3点钟嘛。但是伫这当中平均测起来的时阵，达到这个地步，所以迄时阵用真济钱。咱若是3点半钟，就是半个工作天呢。咱若是一工内底甲3点钟的时间来背手机啊，就差不多意思就是讲，一工的正常，咱应该爱去努力打拼的时间内底，咱用半工的时间已经甲伊开掉去，但是有效果无？无啥物效果。所以，同款咱的活命内底，若是受到这个因为伫娱乐性内底，咱受引带，因为政府有计划性伫当中对着咱。提供娱乐性的节目，互咱伫当中袂记得咱爱打拼、爱努力，或者是过家的工资伫咱的活命内底，这拢总是一款伤害，这叫做系统性、高压性的剥削。
就是互你无法度活了真快活，但是活会落去。但是上帝的行动是啥？为着咱受压迫者来伸张正义。伊的内涵是耶和华上帝是守约劝告的主上帝。今仔日咱领受上帝的疼痛，但是上帝伫这当中着以色列的百姓来守约，来施乐主爱。但是法老的心唔甘愿啊！圣经几落摆提起即款的话讲，法老看到灾祸已经较缓和啊，就硬着心唔肯听阿伦甲摩西的话。这亲像耶和华捌甲摩西、阿伦讲过，了搁一届法老搁硬心唔用阮百姓去。法老看到雨甲冰雹甲雷声已经止住，伊就哪发犯罪？伊安怎？伊甲伊的奴仆拢伊的这文武百官，逐个人拢安那硬心。讲咱今仔日若是将着这以色列人该放出去，安尼后届啥物人要替咱做工？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上帝无互因机会，上帝互因真侪机会，但是因一摆一摆硬心。十个灾的这记述内底，其中一直反复记载是法老硬心毋肯放人，所以这是其中的第二个原因。灾祸是一步一步一直冲起来，并且是一连串的经过，毋是一开始上帝就安尼雄讲讲，毋是。咱若斟酌看。头先的时阵是，伫这当中，上帝甲摩西讲：“你的拐仔甲伊囥落，伊就变蛇。”了，上帝甲伊讲：“你甲拐仔举起，尼罗河甲伊用落去，尼罗河水就变血。”一项一项一直加重，到伫上落尾，上帝才讲：“你阁毋听，安尼我就要杀你的大囝。”伊有听也无听，嘛是毋听，所以一直到因的大囝头上的这个。牛羊精生啊！圣经讲，见那埃及内底每一户无一个人因兜，无一个人无一个人口无丧失的。所以上帝是一步一步来经过、提醒。另外，出来记内底描写上帝会做这个代志，其中是两术的这个管理互相对抗。有一种的权利内底是埃及的法老，互人看作是半神或者是神的代表，伊就是神的代表。古早咱华人的社会内底嘛讲啥？皇帝是啥？天主啊，天的囝。所以因受看作是神，也是一半神的代表。但是伫这10灾的当中，伫这个以色列，伫这个古代这因的作者内底，因是对着这10个灾害是对着埃及政神甲政治的秩序，甲伊去神圣化。这当中要强调一项代志是：法老是人，毋是神；总统是人，毋是神；牧师是人，毋是神。所以一定爱真斟酌这项代志。若是有倒一个牧师，若是有倒一间牧师来吓制你，用话甲你恐吓，请你都唔通听牧师的话，甚至你爱离开这间教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唔是神，牧师会爱照着上帝的话，甲咱分享，甲咱引传，但是伊袂当强迫你做啥物货，是你家己爱做选择，家己爱做决定。所以，伊固然是上帝奴仆，但是袂当用着上帝奴仆这个头衔来控制人，来伫迄个所在吓制人，甚至伫迄个所在苦毒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两个无同款的困难。其中，上帝通过出来及记，要甲咱这读这话语的人，要甲咱讲这样代志。耶和华既然宣告伊是自有应有的上帝，伊敢会当赢过埃及的正神？耶和华有能力收掉伊430年前所立的约吗？答案
是确定的，耶和华上帝做这代志。当然，一个人伫母国内底，伫一个咱受包含伫这个国家内底，就亲像中国，因即摆受包含伫中国内底。中国毋是逐个人拢歹人，但是你注意斟酌一项代志。有个人讲牧师，你定去中国，你是遐爱中国。我甲伊讲，我最爱中国，但是我无爱中国的政治系统。你看最近的时阵哦，去年的时阵有一出电影纪录片，或者国有器官，就是你身躯内底的器官吼，伫这当中是受国家会当甲你左右的。我中国的朋友原来发一寡代志，伊讲牧师，请恁来为阮祈祷，因为真正有真侪囡仔青少年去读册，就无代志，了电话就怎无信号去，人就无转来，10几岁的囡仔尔。但是即款失踪的囡仔，即马愈来愈侪，因合理咧怀疑讲，就是这当中是安怎囡仔失踪的率会愈来愈侪，甚至有的囡仔是出门的时阵，伫学校的门口就往北去啊。但是学校讲找无人，找到车，但是找无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国有器官这个代志，伫中国即卖是愈来愈厉害，就是互人拔去，了后器官互人拔了了。求上帝赦免，求上帝怜悯。当然，即款无辜的体制内底，咱的无辜者，咱会伫即当中来受到真济这影响。咱是无辜的。但是政府有系统的来迫害百姓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总是上帝咧观看的历史内底，上界基本的一项代志，要解决的是上帝是毋是一位值得咱信来倚靠的上帝？如果伊是上帝，伊一定爱收容；如果伊是上帝，伊一定会拍败暴政；如果伊是上帝，伊就爱证明伊比这个帝国更较强。出埃及记咧描写这个代志，上帝做了这个代志。埃及有一本册或者科普林圣经，这本圣经内底伫遐来描写一个代志，就是因的经典，埃及的经典内底，伊讲摩西所行的这个10项灾害内底，你会当家看这10个灾害内底伊的时间是安尼，伊的重量是愈来愈重啊！了后，伊的时间是安尼，这个10个灾经过水变血了后，这个法老王讲好，你为我祈祷。了后的时阵伊就互这个水变血，了后变血了后，迄个水就变清气啊！过无偌久，水变清气。听下甲法老伊又搁起来的时阵，搁起来受气的时阵，无爱放人的时阵，水就搁变血。因伫迄个所在记载这个代志，记载这个代志讲第一灾过去毋是第二灾来尔，是摩西伫迄个时阵讲啥？互第二灾当第二灾发生的时阵，第一灾安怎？毋是过去，伊是搁重复发生。所以当第二灾过去了后，毋是第一灾、第二灾就无去了。来到第3灾的时阵，第2灾甲第1灾毋是怎无去，这2个灾害犹原持续了后，佫走出来第3个灾。所以这本可不论这本的经典内底写这样代志，10个灾害是一直持续发生。了后一个灾害踏一个灾害，一个踏一个灾害起哩。伊所面对的是埃及内底这10个神。才因称作神的神，但是上帝的能力是赢过因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做这个代志是伫伊精准的时间点。因掠准水变血，若是无去，了后来到田甲灾的时阵，这个无去。但是上帝伫迄个，但是这本经典内底可不论这本经典内底讲到这样代，因的记录，这是。埃及人的经典这毋是以色列的经典，是埃及人的经典。埃及人的经典内底讲这样代志，就是讲，
当第一灾过去了后，来到第二灾的时阵，第一灾个重复发生。所以到伫上路买手的时阵啊，这埃及的文武百官甲法老讲，这个代志是出伫上帝的手，是安怎？因为摩西会当非常精准，互迄个灾害重新发生。当第二灾发生的时阵，第一灾佫重新发出来，佫走出来。当第二灾过去，第三灾来的时阵，因佫硬心，摩西就互第二灾佫发生起来。第一灾、第二灾、第三灾，但是有改变因的心思意念无？因继续背逆。所以这是一连串的警告，一连串的灾害，加添伫因的心中。但是要证明这样代志，既得利益者，既得利益者，既得利益者，伊安怎会帮无？袂帮。偌年啊，这时阵，咱来斟酌。我是毋是一个利益的既得者？我就是定调咧，我无爱放松，我啥都爱放，我这是应该我得的。但是圣经的概念毋是安尼，所以咱来斟酌这些代志。整个出埃及的历史咧，讲明上帝毋是随机卜力。毋是上帝惊你心情无好，恁这埃及人，我家一个拢甲伊互你好好了。毋是，整个出埃及的历史是咧讲上帝对着帝王压迫百姓，上帝用一个神圣的反击来打败这个帝王，打败这个帝国。皇帝、总统、牧师，拢只是人尔。无任何倒一个人会当左右你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嘛，无要左右你的生命。你知影？圣经讲啥？圣经讲圣灵为你祈祷，圣经讲耶稣基督伫爸上帝正边为你祈祷，圣经讲上帝听你的祈祷。上帝伫迄个所在等待，上帝伫迄个所在听候你。但是时间若到，上帝宽容无搁再赦免，就亲像这430年共款，上帝会处理罪恶的代志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当明白，上帝的恩典是宽容咱，是互咱今仔日还阁有悔改的机会。当咱的生活愈来愈困难，当咱的活命愈来愈甲上帝无关系的时阵，你会发现，你的活命内底虽然也真无用，但是终其落尾，伊的结局是空虚的。所以要非常注意伫咱活命内底，是有啥物物件，甲咱的活命一直对上帝面前刷开去无？咱来倒转来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对峙。迄一暝，上帝互灭命的天使出去，了为以色列人征战。圣经讲，迄只羊羔代替了以色列人的大囝。所以，上帝伫当中对以色列人当中的利未人选一族出来，甲利未人代替因的大囝。来，因尊老活命是要创啥？这利未人这族群啊，因是受留落来做啥物代志呢？留落来服侍上帝。上帝甲伊讲，这群的利未人爱代替恁所有的大囝来服侍我。安尼，咱斟酌这样代志，活命受留落来是要创啥？服侍上帝，见证上帝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咱的活命留落来是要服侍上帝。来，甲伊讲来。所以迄是上界大的荣光，也是咧见证上帝的疼痛。所以利未人的存在，因的服侍上帝是咧见证上帝对咱的救赎啊。
上帝所做为以色列人所做的救赎，对搬过节开始是一年新的开始。搬过节是纪念上帝伫埃及施展大能，甲因对着做奴才、做奴隶的所在带出来，了因对别人的奴隶变做会当家己选择自主的人。这代志足重要，这代志足重要。变做自主的人，就是你家己的上帝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毋是甲你讲哦，对别人的奴隶变做啥？变做上帝的奴隶，我毋是安尼甲你讲哦。我是甲你讲，你会变做啥？自主的人，你会当家己选择。你知影，就是到伫落尾手的时阵啊，到伫落尾手，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，就是去攻打耶利哥了后，得到迦南地了的时阵，约书亚甲以色列的百姓讲啥？如今恁会当选择恁家己所要侍奉的神，至到我甲我的全家，阮的确侍奉耶和华。所以约书亚犹原安怎？上帝为因做遮尔济，上帝透过约书亚带因征战得胜，得地为业。约书亚嘛，甲因讲啥？恁家己会当选择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。咱来信上帝，毋是牧师甲你强迫。咱来信上帝，毋是要军队牧师的。如果恁若是要军队牧师，敢有一项尔，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恁着军队我，亲像我军队耶稣基督共款，敢有这一点尔。咱今仔日变做家己自主的人，你会当家己做决定，你会当家己做决定。但是约书亚真清楚这样代志。竞选侍奉上帝是上界大的福气，迄是伊人生内底上界大的荣光。伊经验过，伊知影，伊享受甲上帝并肩作战，享受甲上帝同齐欢喜，军队上帝的荣耀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你活命的起点，你人生的荣光。对这时阵，上帝互因对过去看到世界万物知影有一个神，但是对这开始启示救赎的恩典，毋是咱家己，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启示上帝的活命，人要得到活命，毋是人知影有一位神，但是爱敬拜这位神。但是敬拜这位神是迄一位为咱做代志。为咱征战，带咱行伫公义，要互咱得到自由的主上帝。安怎得到自由？听叹伊的话语，就会得到自由；遵行伊的话语，就会得到自由。这是生命精神点的开始。咱有得到这一份无？哥林多伫迄个所在讲，所以咱做代志是凭着信心，毋是凭着眼见。对头到落尾，敢有这样代志？活命是为着啥物？得主的欢喜。第二部分，上帝救赎恩典是有界限的。圣经有立一寡这规矩，就是伫这个搬过节咧食羊羔的时阵，什么人会当食羊羔的这个祭祀？外邦人袂当食。因为伊无加入以色列信仰的团体，伊无加入对上帝的敬拜，受割礼的人才会当食，就是用银两买来的奴才嘛会当食。如果受割礼，伊就会当食。寄居的外邦人来到这个所在来讨食，但是因若是愿意守搬过节，因厝内底的查甫囡仔、男性，拢总需要受割礼才会当食。这是一个顺序。你袂当干那讲我信上帝，但是呢，无遵行上帝的话，这是一个记号。就亲像咱接受洗礼共款，是一个记号。咱会当家己做决定，咱通过这个礼仪，伫众人面前所做的人信，也是伫灵界内底做的见证，讲对答以后，我愿意遵行主的话语，安尼咱会收圣餐。所以这是共款这个礼来调落来，未受割礼的人，因为这个割礼是甲上帝立约的记号，
这个立约唔是咱甲上帝立约哦，是上帝甲咱立约。咱承认上帝你的疼，承认上帝你的伟大，你甲我来立约。所以上帝，我今仔日受割礼，我感谢你，将这个印记放伫我的心上，用通过这个印记，我来表达我对你的信靠，来表达我是属你的人。古早的时阵啊，这皇帝啊法老，因若是买，因甚至有的时阵，若是讲啊，因做买一寡只的奴才，但是迄时阵的奴才啊，是人的财产，所以因可能就用一个记号，用到个铁啊，烧的红红了呢，捂伫人的心上，了用迄个通过，成做一个记号。即即使有一天因也拍无去，还是安怎样啊？人找到的时阵讲，这是冤斗的人，迄是一个记号。割礼是上帝甲咱所做的记号，但是迄个人，互人有迄个因啊，是安怎？互有迄个因啊，伊是唔甘愿的啊，无一定是甘愿的。但是咱甲上帝所领受的割礼，今仔日咱所受的洗礼，毋是牧师甲你压的哦，你要洗礼无？毋是哦，是咱安怎家己做决定的。我今仔日要接受洗礼，迄是一个立约的群体。这个为重点是要甲咱讲，毋是到一个种族才会当堪受救恩，乃是每一个族群，只要愿意的人，拢会当来领受上帝的疼痛。搬过节，同齐做伙伫一间房间内底食，袂当甲肉炸出去外口。羊羔的骨头一支嘛袂当压断，这是仪式细节的规定，强调几样代志，进入上帝神圣的保护，并且受分别为圣。埃及人无安尼做，埃及的系统毋是分享，埃及的系统是剥削、抢夺，但是上帝的约是啥物话？分享，规家口啊，同齐食这个，这是上帝的救恩。上帝尊留咱的活命，并且上帝讲：你只摆伫这间房间内底，你伫你家的门口，伫迄个所在，甲迄个火抹伫遐，来表明你有做记号，你是属上帝的。这是另外一部分，是上帝国的割礼，透过迄个火抹伫门楣门框的顶面。了，上帝讲：伫这个约内底，我保护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是，就是外口遐人，若是这法老讲，迄毋是因的上帝所做的啦，迄是阮的神所做的。就是互法老王因的遐术士会当安尼讲，上帝嘛会甲伊讲，虽然是安尼，互因虽在因安怎讲拢无要紧，但是你甲火门框抹伫迄个所在。我要甲你讲，以色列的上帝，这奴隶的上帝，有才调保护伊的百姓，但是恁家己的神无法度保护恁的囝，所以这是进入神圣的保护甲分别为圣。今仔日咱领受救恩，也是伫上帝耶稣基督，伊伫咱的心上有印记，呈现圣灵踮伫咱的心。咱有圣灵的感动、教示甲引带。第二部分，这是一个信仰群体共同的认信。咱同齐相信上帝，无论是外邦，无论是本族，咱同齐领受这个约。所以，共伫这个约内底，咱就彼此相听，互相扶持。所以，无论中国，无论缅甸，无论其他任何倒一个国家。我昨的时阵看到有一个大岛的批信寄来我遮，伊讲请继续为着这个四川的教会，就一个做王义牧师啊。这个王义牧师啊，过去的时阵伊还未做牧师，伊是伫北大伫遐做教授，并且是法律系教授。听到伊受洗礼了后，正做牧师的时阵，伊就甲教授的职务甲伊辞掉，了专心报传福音，
并且伊讲一项代志，信耶稣是一个真公正、真有光荣的代志，所以伊决定安怎，无爱暗夜伫遐做礼拜。伊做礼拜一定伫公开的场所。伊讲哦，这项代志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人民有信仰的自由。结果到尾伊互掠去，但是伊互掠去了，伊伫进前的时阵哦，伊抑阁是受评选，中国评选。中国上届有影响力的50个人的其中一位，王怡牧师。总是伊虽然伫即款的情景内底，伊甲遮全部的人同齐做伙，共同认信耶和华是上帝，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圣灵是保惠师。所以，毋是国度的问题，毋是人民的问题。是咱的信仰到底是啥？咱如果若是共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咱就会伫这当中为着王怡牧师来祈祷。虽然伊是一个中国人，但是伊是更较重要，伊是上帝国的人。伊为着上帝的国，伊坚定心志，甲上帝、甲伊的百姓三甲同行，同齐做见证。第三，这是整全救赎的预表。上帝毋是安怎迄个骨头袂当压断去呢？圣经学家讲这样代志，咱献予上帝，上帝予咱的，毋是迄个盔甲破相的，是一个完全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界，当伊为咱受定十字架的时阵，圣经学。写圣经的人受圣灵的感动，讲伊的骨头一支都拢总无压断。上帝予咱是完全的，上帝毋是今仔日看咱可怜，凊彩等一块什么物件予咱食，毋是。上帝是将着一只完全的羊羔、完全的救赎、完全的恩典、完全伊上界疼的囝。来赏赐予咱，这是救赎完全神圣的预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需要甲各位插播一个代志。咱教会有姊妹因无囝骑机车，伫这当中呢发生擦撞。那么呢，伫当中牧师有去甲伊做伙处理这个代志。那么修车呢，看诊呢，有5000块了。伫当中呢，咱甲伊包这个慰问金6600，已经甲伊协调好势。原本的时阵，伊是伫这当中讲伊需要更较侪这代志，但是买手的时阵，牧师甲伊讲了，甲一对母仔囝也跟妈妈做伙去了呢。总共的和解金是11600块。那么这个妈妈伊讲伊身躯敢若有3000块，所以呢，现主是抑阁减8600。了昨暝的时阵，阁有人摕2000块来讲牧师这两个斗3天，安尼就是阁就是剩6600，对。所以呢，牧师呢咧想实使咱一个人若是出100块咱就8600，安尼斗起来就有够。安尼咱即摆若是个一个人出100块，安尼咱就是60个人，66个人，安尼咱就会当帮忙解决这个代志。咱牧师毋是甲你讲你爱冲动牧师是甲你讲你要有感动就好。所以上帝帮助咱，咱若是一个信仰整全的。信仰共同认信，咱来求主帮助咱。总是咱嘛爱会记哩一项代志，伫活命当中，怎样殷勤回应上帝的疼痛。圣经内底甲咱讲，到伫落尾的时阵，50节到51节讲，耶和华安怎样吩咐摩西、亚伦、以色列众人，就安怎样行。咱爱尊叹耶和华上帝的话语，咱也请为着这样代志继续祈祷。就这样代志内底就是
这个囡仔吼，伊骑车的时阵，伊是无驾照，所以咱也爱伫这个事上内底为这个代志祈祷，求主帮助咱看要安怎样啊，请为牧师祈祷，互牧师有智慧，会当甲这个事主有更较好的这个沟通，知影怎样来处理这个代志。愿上帝帮助咱，虽然咱有真济的软弱，虽然咱有真济欠缺，甚至咱有的时阵也有失错，总是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知影怎样对着失错甲错误当中回转倒转来。咱得到救恩，咱是为着要见证上帝的疼痛，为着要甲主相同行伊所欢喜的路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耶和华安怎样吩咐摩西、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安怎样行，这是一个顺序。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安尼来行。但是耶和华若无吩咐摩西、亚伦，那摩西、亚伦家己讲的，以色列人敢就爱行？唔免行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信仰的终极的目标是啥？是上帝，唔是人。咱需要伫上帝恩典内底，甲上帝相同行，遵照主的旨意来行。所以，就亲像摊拄只牧师讲的，是你是真做怎样，家己会当主张家己的人，唔是别人会当主张你。当上帝甲咱讲，就爱饶赦；当耶稣基督甲咱讲，当咱咧读这个主祷文的时阵讲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这句话读出来的时阵讲啥？上帝，你赦免阮对别人的辜负，总是上帝你也帮助阮，互阮我要得到你的赦免。上大先阮家己安怎，我哪爱赦免别人所以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若是我无赦免辜负我的人，安尼我要安怎样来甲上帝讲？上帝求你赦免我对别人的辜负，别人所以你知影这样代志？迄个恩典真奇妙的所在是，咱照上帝话语去行去做，咱就有法度伫当中享受上帝的疼。最近我愈来愈明白这样代志。你知影？当上帝甲咱讲，当主耶稣甲咱讲原谅、赦免别人的时阵，其实上界主要的，我讲一个例比如讲啦我非常扣恨鸿心哥，比如安尼讲我非常扣恨鸿心哥，但是我若看到伊，我就安尼活要生气，气甲要死，我就活头拢不爱看伊。鸿心哥对头到落尾拢毋知影这样代志，但是就是因为我无原谅伊，我无赦免伊，我伫迄个所在就看到就足生气啦好来，请问啥物人咧艰苦？舞来舞去，到尾是咱家己咧艰苦嘛？你听我意思无？所以是安怎样？爱赦免人，赦免人其实上界重大的点是啥？赦免咱家己哎呀！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是啥？上帝的话是要让咱得到自由。当我若是一即当中非常欢喜，就了解讲对就是安尼咱无定着鸿心哥无对我啥物嘛，是我家己安尼行过的时阵鸿心哥无看到我，无甲我打招呼我就感觉鸿心哥对我安尼咱看悬无看低。对头到落尾无输拢嘛，你家己想，你听无？迄人若无安尼想，对头到尾拢你家己想，佫想甲安怎？硬心到尾佫闹中风咧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千万你着不可你知无？所以上帝安怎吩咐咱，咱着安怎样行。
你知哦？什么这耶和华的军队？受什么人训练，就属什么人。这阮做兵的时阵上了解。恁倒一班的，恁班长什么人？哦，迄一个讲的拢总知啊。啊，受伤的训练，哦，我跟你讲，迄个我古早做部科的呢，人我嘛训练过迄个，我的迄个部科的班长呢。了的时阵哦，吼，人我呢，我那阵啊，风评阁算袂歹哦。迄个4个字的那个班长哦，带的兵不错，4个字的那个班长带的兵不错，难怪那风评嘛算介好的呢，你知无？所以但是咱咧受训练的时阵是啥？就是听谈，就是遵照嘛，你知无？听谈班长所讲的，遵照班长所讲的，这训练的时，这有这军队嘛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了解，伫迄一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因的军队对埃及带出来，咱是毋是有出埃及啊？伫咱受洗迄一日，其实咱就应该爱出埃及，甚至伫咱伫决志相信耶稣、军队耶稣迄一日，其实咱就会当出埃及。但是咱敢有出来？或者是咱抑搁伫我着人伫教会，毋过心搁伫世界，安尼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，总是咱要安怎样啊行？你袂当讲无牧师无我伫世界心伫礼拜堂安尼敢会当？所以你家己想看觅靠主的恩典，咱行出个人生命的埃及，毋是满足咱欲望得到温饱。这款满足欲望得到温饱，这是埃及的系统。咱乃是行入去上帝面顶的名誉，无论敬无好歹。谭拄则牧师娘敬拜团带咱所唱的是阮啊，敬无好歹是主所定，上帝在照顾你。所以你会记哩，上帝一直在照顾你。明仔载敢是明仔载的除夕夜啊，对吧？除夕夜，耶和华的名，回顾上帝的恩典，照上帝所吩咐的去行，知无？这就是除夕夜的意义啦。你也看讲这有成无？这有成迄个抹花无？搬过这抹花的时阵，其实就是安尼啊。门楣甲这门框甲门楣顶悬抹花啊。好啊，来写春联，来读一个。救赎的名显大能，恩典的路牵我行，横批世代尊记写新闻，有无？等于写一天，甲搭伫恁兜门口嘛。求主帮助咱3到晚头来祈祷。主平安的上帝，你的恩典遮尔大。互阮会通脱离埃及的系统，阮的生命进入甲上帝三同行丰盛的恩典。原来阮听谈主的话，阮就是属你的人，属你的人就会听谈你的话。所以，阮伫过年暝听谈主的话语来行，互阮伫过年暝对着主你的恩典，孝念主的恩典，阮来分享恩典。为愿你继续伫阮的心上做成你美好的工，也阮定定孝念上帝恩典甲听痛，并且主，互阮离开自我满足欲望的心情，互阮转换过来，成做上帝荣耀的军队，就是听探主的话。就是对主来行，安尼，阮就要见证上帝你伫阮心上一切奇妙的救恩。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在讲这部分我有一个感动。我奉献是2个落地啊！这要互上帝的上帝，你毋好今仔日的拢念起拢变成人的基金，就是要甲大家多一点付出，100块就有够个啊！我相信各个等男的应该会超过6600，所以超过的部分我们就归仁爱基金，继续帮助那些急难中需要的兄弟姊妹，安尼好唔好？
所以我问讲，这是等下是主着奉献，仁爱基金放伫这个所在。不要，仁爱，你交给牧师，无你安尼会混乱你哦。不会啊，这一代就是仁爱基金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。你莫搞无数，我这边呢。好 ，OK。不要了，那个钱不要直接交给你，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公开来算多少，这样比较好，好吗？谢谢大家的爱心，谢谢。三个做位起立来吟唱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我心切切靠无你主，我要紧紧跟对你。我要将全心交主爱永无止线，你信实的羔羊我的心因你奇妙生命，献上我的恶乐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救用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救用我一生。我心深深向你敬拜，我灵靠无你荣光。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允，我愿靠伫你怀中。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，直到我见你面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救用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救用我一生。我心切切靠无你主，我要紧紧跟对你。你稳定甲主爱永无止线，你信实的羔羊我的心因你奇妙生命，献上我的恶乐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救用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救用我一生。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照着你手中的纯正甲公义赐恩给你，照着过去伊呼召你的恩典，精选你的疼痛，将着加倍的能力甲权柄赏赐予你，予你行伫伊的公义内底，予你倚靠圣灵的气力，蹲对圣灵来行，通予你的日子充满上帝圣灵所赏赐的恩惠、权柄，甲逐样恩赐的力量，通叫你一生的年日，成做济济人的祝福甲帮赞。愿上赞荣光归乎主上帝。愿未来新的年日，伫耶和华上帝看顾你、赐福你的家庭内面，互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
请坐。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。